听黄文兴专辑当中的歌曲了。黄文兴是超偶当中的亚军，超偶第一届的亚军，算是大学长。那个时候唱歌其实就让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喜欢了哦。那等到他后来呢，比赛之后呢，反而是先参与了戏剧的演出，还有推出了那个国语的 EP， 让大家还蛮。最起码让陈平还蛮惊艳的感觉。那么终于在去年的7月呢，他这个送上了他的第一张的台语专辑。等一下，说到台语专辑 ，Live Radio 的官网当中有没有没有黄文兴访问的那个我以为我有放进去。对，我去年有 Live Radio 我们有访问黄文兴哦。那其实他有讲到这张专辑它的一些过程等等的，我之后再把它放上去，如果有空你可以去听一下了。好，那不过我们现在先回头就要来听听黄文兴的这一张《天地天地》专辑。那么其实在当初呢，这张专辑推出的时候呢，当然黄文兴本身就有不错的一个这个号召力了，那也获得很多很多的朋友的喜爱，再加上呢，他非常勤跑夜市，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在去年扎根扎得不错，销售成绩或者是口碑都算是相当的好。然后去年还有搭上民视连续剧的主题曲，就非常的受到了各界的瞩目啊。我这样讲可能有人会抗议，但是我真的发现民视跟三立之间搭民视比较会被大家有注意到，搭三立就是可能看的人不遐侪吧。虽然他们有时候收视还是赢民视，但是我老是觉得，只要搭上民视的那个歌曲，真的都会红得比较快呢。好，送上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也就是我刚刚所谓的点题曲，黄文兴《天地》这首歌作为来欣赏。经渐渐白，也是笑笑讲咱一切无问题。你是我的天，藏在心内底，毋捌对你讲过。早闹大声拢是假，由头到尾心内总是一句话。你是我的爸，感谢每暗陪伴为我抱白白。天地是咱的一个家，为我你牺牲遐尼多。虽然你不捌后悔，过去风浪我的重新行过。天地是咱的一个家，为你路坎坷也着飞。感谢你撑过一切，今生今世，认真打拼天地。渐渐白，也是笑笑讲咱一切无问题。你是我的天，藏在心内底，毋捌对你讲过。吵闹大声拢是假，由头到尾心内总是一句话。你是我的爸，感谢每暗陪伴为我抱白白。天地是咱的一个家，为我你牺牲
心行过。天地是咱的一个家，为你路坎坷也着飞。感谢你胜过一切，今生今世，认真打拼着这个。天地是咱的一个家，为我你牺牲遐尼多。虽然你不后悔，过去风浪我会重新行过。天地是咱的一个家，为你路坎坷也着飞。感谢你胜过一切，今生今世，认真打拼天地。黄文兴天地文车，是的，这个黄文兴呢，播了天地，然后又从前面这样播下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讲也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就是高下立判。对，老实说高下立判。然后呢，我这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奇怪的，精心制作，你们又不是没有钱，我怎么觉得你们对吴永斌这张专辑不是顶认真的感觉？对，我不是说他唱的不认真哦，我是说整张专辑的制作里面，那个就音乐的丰富度，我想各位刚刚一听就听得出来，有没有？马上呢，我们这个Steven 就说这个唱法就很年轻化。那小林说很温馨，有另外这个 gay out 版的 feel。这个 MV 拍得也非常好啊。对，我刚前面9点其实在播那个婚礼歌曲，其实现在有人把这首歌当婚礼歌曲听，对，还不错。不过它太慢了，它太慢了。对，所以，但有些人会把它用上去，因为这个还有，或者说可能吃饭的时候听的歌有没有？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不错，这样子。OK， 好，那么回到这张专辑上来说的话呢，其实黄文兴他是这个超偶的亚军哦。那么在开始怎么讲呢？进入歌坛之前，其实他就还蛮爱唱歌这一件事情的。那么他是屏东人哦。那他蛮爱唱歌，但是他参加超偶是他第一次的样子，第一次参加这个歌唱的比赛，然后呢就红了，就拿了亚军，对，就拿了亚军，然后呢就开始走上演艺之途。然后我比较惊讶的是，他减肥成功这件事情非常的厉害。然后好，那现在呢拍了最近他也在拍电视啊，拍那个《蒙甲亚辉》，他里面算是男几啊？男2还男3吧？他虽然不是主角，不过也还蛮受到重视的这样子。然后呢也出书，然后也有这个音乐的作品，然后也有电影。我觉得有松制作跟金牌大风还蛮合作，把黄文兴炒得还蛮热的这样子。然后 OK， 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我第一个跟吴永斌的专辑比起来，就是我刚刚所说音乐丰富度很够。再来就是在唱腔的部分呢，其实黄文兴还是保留了某些程度传统的唱腔，在台语歌唱当中。所有的台语歌的演唱者有一个部分你是不能够去撼动它的，你可以有很多的变化，但是你的主轴还是要有台语的那个原味在里头。听到这首歌可以有这款的感觉在里面，其实伊嘛是台语的情歌，但是又改，但是不是讲改了真新，改了改奇怪，没奇怪，听起来就真奇卡，不是奇怪哦，就听起来一种很清新的感觉在里头。不过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个卖点倒是呢，我不知道你们到 KTV 去会不会点男人 KTV， 请注意，男人 KTV 可是有台语版的，我之前好像播过嘛。再播一遍黄文兴唱的《男人 KTV》。其实黄文兴呢，他当时还没有出专辑的时候呢，去很多地方，
商演，到大陆去商演表演，甚至呢到香港的那个亚洲星光大道去踢馆的时候呢，就是都唱国语版的男人 KTV， 唱得非常的好哦。那后来也因此呢，因为是同一个这个唱片公司，就想说那不如把它改成台语版的男人 KTV 给黄文兴唱，结果这一唱在 KTV 里头还蛮多人 K 的。来听听黄文兴所演唱的男人 KTV。无伊听到你消息，心肝头有一阵稀微，想着彼时轰动过你，换来的是我头点点离开。一个人怪伫报仇的内面，失落心情也是无底味。念一首歌，是咱快乐的记忆，藏着心痛的前奏，一阵阵响起。哭出声，不敢予人听，伤心歌唱出阮的心情。出我的情节，靠着声，不敢予人听，伤心歌唱出阮的心情。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陈奕迅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靠着声音乐，只有寂寞破走阮的孤单。一个人怪伫报仇的内面，失落心情也是无底味。点一首歌，是咱快乐的记忆，藏着心痛的前奏，一阵阵响起。哦，靠出声。心歌唱出阮的心情，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张学友唱出我的情节，靠着声，不敢予人听，伤心歌唱出心情，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陈奕迅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靠着声音乐，只有寂寞破走阮的孤单。真的在编曲的音乐丰富度上，就像汉老师讲的，光听那个编曲，光听你说光不要听人唱歌啦，光听音乐就觉得不要音了，较好听哦，比前几点先较好听。这样讲好恶毒，但是我跟你讲，这是很现实的，评审在听也是这样子啊。
我听不 OK 就删掉啦，对啊，那我觉得他还有在努力的空间，加油这样子。像我们这就直接判他出局就是了。我们不是评审，所以我们判他出局也没有用。好，不过当然这还是要评最佳台语男歌手，所以他们的唱腔、他们的唱功也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黄文兴唱功有磨过啦，有磨过，就算在比赛之后还是有在重新来做磨练，所以磨到他唱国语歌那个国语歌的味道有出来啊，像台语歌的气口嘛有完有跌吼啊，所以其实歌有人讲他的口白真是多余，但是这首歌曲在专辑当中，在当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算是第3波主打，而且这里头他还穿的薄纱装，很就是展现他健身成功的好身材。这首歌曲绝世英雄，绝世英雄。我有跟一些朋友说过，但是在这边再公开的讲一遍，很妙。这首歌曲其实是挪威的曲子，那算是同样是金牌大风，就是别的这个地方的歌拿来。那本来要填什么样的词，真是想不到，后来没有想到呢，就找了巫宇轩，之前得过最佳作词奖的巫宇轩帮这个将会写点掐来宾的巫宇轩来写了这个绝世英雄，然后黄文兴就这样把它唱出来了。白色杏也轻薄，纯洁如虹。朝霞震动的瀑布光，天地万物改良路。一无所谓行踪，才是找到我的不红，绝世英雄。手挥动，花间阁讲我不为上，我绝志连孤强一强，潇洒东莞武器所来将，安保山假意归着，树林之阮于心中超尽天下浪，别人的失败为快乐，踏遍规关，勇勇不归路，为师父绝世英雄，为师父绝世英雄。好，这首歌曲《绝世英雄》，那么来在
在 Live Radio 版现在是没有人讲，不过在 AK 当中呢，这个汉老师说，斯乐冰除了会靠跟声音什么都没了，但会靠跟声音哪一个入围的台语男歌手没有？然后轩宇说，该有的大家都有，现在就取决于特色跟你有别人没有的嘛，这样子。然后汉老师说，其实黄文兴这首编曲很有趣呢，越听越好玩，口白难的就加10分好了，不要再嫌弃人家的口白了嘛，真是难不成他要找黄文强老师来帮他配音吗？他请得动吗？那可能要多100万这样子哦。好，12点25分，讲到一个重点，其实就是唱台语歌的人拢有一个开口，这个开口真重要，无这个开口，迄就无像咧唱台语歌。所以呢，当阿妹在录那个后大力丢啦，还有录那个另外一首歌叫什么，忽然忘记，绑定我爱玲，是吗？我忽然间忘记。好，那2首台语歌的时候，其实被阿迪亚老师磨很久，磨他的开口，对，但是又不能落俗套，得不落俗套，所以那个当中要一直磨，一直磨。我记得阿妹有讲过，录那首歌曲，黄文强还是黄文哲。不像恩志勇谁期待的后啊？对，我记得我听阿妹在不知道哪个访问当中，她讲过，她录后大力有来是她录的最累的一首歌曲，因为刚开始录的时候要先把台语学好，她就觉得台语歌要有那个溃靠，一唱出来那个溃靠，阿迪亚老师就咔，不对，重来这样子哦。好，所以呢，这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真正无论是台语弹歌手还是台语录歌手，绝对要有溃靠，溃靠还是无迄个怪怪，但是重点就来了。每个人都有溃靠啊，那在这个溃靠当中，你要怎么样做变化？另外，来到了21世纪，台语歌除了保持它的原味之外，还能够有什么样的创新呢？这也为什么每次只要是江蕙阿纪一出专辑，大家就觉得恐怖喽，因为江蕙在他的专辑当中，跟他的制作团队总是能够一再的呈现出，在原有的精神架构，原本应该要有的台语歌曲之外，还有千万种，大家都觉得有江蕙这张已经很极致，下一张再出来，啪，又是一个恐怖的感觉这样子，所以这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不过榜中最拱狼，谢谢 Steven 拍谁，刚刚就有点，因为我临时没有去查那首歌，对。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江蕙姐姐可能自己也知道，她不要再占人茅坑，也不是不拉屎，就是她自己也知道自己唱的还 OK 啦，所以就不再一直报名了，这样让给其他人。好，所以呢，讲到重点了。都要有会靠的情况之下，你的音乐、你的唱功的分别，还有你在这张专辑当中，你的每一首唱歌的感觉是如何？你唱什么样的歌要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想在上面1个小时我们听不太出来，但在这个小时听的就比较明显一点点。黄文兴在声音的表现度上真的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不同点在这里头。继续要送上的是在这一张专辑当中的男台语对唱三星两意。黄文兴跟曾玉佳阿嘎所共同合唱的歌曲。不知如何选择咱写也咱爱。彼边是你久久的无奈，若是会当选择，希望搁恋爱，友情甲爱情，拢袂受伤害。伊的身边已经等伫床边，也是满心悲哀。想要家己离开，重新行一摆，两人的世界无我存在，是我不应该把伊伫阮心内，只有时间，予人三心两意的爱，找一个平静所在，是我不应该。
选择难舍也难爱，电话那边是你久久的无奈。若是会当选择，希望搁等待，友情甲爱情，拢袂受伤害。伊的相片已经等伫床边，也是满心悲哀。想要家己离开，重新行一摆。两人的世界无我存在，是我不应该把伊伫阮心内，是有时间互人散心中伊的爱，做一个平静所在。是我不应该把伊伫阮心内，当初是阮带伊做成一款暧昧，就无来想着伊是你的爱，是我不应该把伊伫阮心内，只有时间互人散心中伊的爱，找一个平静所在。是我不应该把伊伫阮心内，是当作是阮带伊做成一款暧昧，都无来想着伊是你的爱。我没有开麦，不好意思。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这首男男对唱呢，倒是呈现出不一样的一个风格，而且他跟曾玉嘉在那个飙歌的过程当中，声音一叠一叠的叠上去，你可以听到那个真的不是只有一招了。黄文清在这张专辑当中有好几招那种感觉，然后在这张专辑，在这首歌曲、这首单曲当中，那种飙歌的气氛，声音为什么杂杂的？你没有听到杂杂吗？对。声音一层一层的飙上去，还有那个呐喊，我们刚刚有提到穿透力，最起码这首歌就蛮有穿透力的。不过接下来送上两首歌曲，又是另外一个风格的黄文兴，但是你不会觉得他只有是一个感觉在唱歌。今天超我跟星光的对比有点力荐高下，然后有点我们一直在打击前面那一个人，但是套一句小胖老师常讲的话，加油好吗？好，希望吴永斌加油喽！回头来听黄文兴的歌《高噪温馨歌》，比较热闹的歌曲，这事实上是专辑当中的开场歌。一开始就给人家比较这个热闹的气氛。一起来欣赏这首《高噪温馨歌》。在这首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黄文兴的高音其实舒服的哦。迄一天，我做一个梦，梦雾中有一个人，床头前是现一个人，我的心为伊震动。伊的人交着阮心肝，无伊要开我，因为我爱着伊的影，阮贴对伊行。心情真轻松，无意中看一个人，床头前是现一个人，就是伊，予阮来夜夜梦。阮想要甲你听命命，阮要安怎予你知影？看着你，做你直直行。大声来
唱出阮心声。嘿，小姐，请你看阮这，祝福你的命，因为我杀着你形影，恨铁对你行。你搞走阮心肝，无你要开我，因为我杀着你形影，恨铁对你行。伊的人搞着阮心肝，无你要开我，因为我爱着伊的影，恨铁对伊行。窗外吹来一阵风声，写着阮经去调查。人讲你有其他的伴，目睭千万爱斟酌看，明知一切不是风声，为怎样阮讲拢袂听？同款为你担心牵挂。无暝无日，拢无心情。爱情哪会遐讨厌？无论想这想少，拢会疼。若是爱人甲人分一半，不知半夜爱人要创啥。爱情讲拢无联系。想着新闻，心酸心惊惊。伊当爱人，伊爱我，爱一半，我的半的爱人再回来。黄文兴专辑当中也有小品的歌曲，黄文兴专辑当中也有轻松的歌曲，听起来就甲拄只黄文兴无同哦。经去调查，人讲你有其他的伴，目睭千万爱斟酌看，明知一切不是风声，为怎样阮讲拢袂听？同款为你担心牵挂，无暝无日，拢无心情。爱情哪会遐讨厌？无论想这想少，拢会疼。若是爱人甲人分一半，不知半夜爱人要创啥。爱情讲拢无联系，想着新闻心酸心惊惊。一旦爱人伊爱我，爱一半。我的半的爱人再回来。爱情哪会遐讨厌？无论想这想少，拢会疼。若是爱人甲人分一半，不知半夜爱人要创啥。
天天拢无联系，收到新闻心酸心惊惊。伊当爱你，伊爱我，爱一半，我的半的爱情再回来。伊当爱你，伊爱我，爱一半，我的半的爱情再有难拉。黄文兴半爱情时间来到暗时11:41，晚间12:41。在今天的金曲 on air，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吴永斌和黄文兴。那么在第一个小时介绍吴永斌，第二个小时介绍黄文兴。很巧合的是，两位都是在台湾很有名的歌唱比赛的这个选秀节目当中的优胜哦，都得到不错的成绩。那么在去年呢都出了专辑，今年同时角逐金曲奖，也都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老中青三代来形容这一次的金曲奖台语男歌手的入围，那今天就是青年的代表的一个这个介绍，明天就是中生代，那后天呢就是天王，不是老生代，人家可是天王，好不好哦？所以呢，这个今天是两位年轻的歌手哦，出道都算是，其实他们在去年都算是有机会角逐像新人奖这样奖项，不过都没有入围，倒是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黄文兴跟吴永斌。那么听到现在，我们明显的比较听得出来是黄文兴在整张专辑当中的音乐丰富度，包括他在歌声的表现上呢，是跟吴永斌比较起来还蛮高下立判，略胜一筹的哦。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想我们是外行人，听起来的感觉都很明显了。那吴永斌可能在未来还有机会。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呢，我想包括他自己或者包括唱片公司，可能要注意到他的曲风、他的选曲，甚至他的可能整个人的表演风格、唱腔，是不是要做一些不同的变化，让人家看到更多吴永斌的突破。那至于黄文兴，其实也是因为第一张专辑。当然已经有相当不错的表现，不管在销量上还是在专辑的精致度上，都获得大家的一个肯定。不过对新人来讲，还有很多可以值得努力的地方啦。这一次的入围会不会拿奖？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倒是比较平常心看待就可以了。讲的我们好像很老了一样，应该是这样子说。如果未来有更多的变化，再加上时间跟整个在歌唱界、在演艺圈的磨练，他们晚一点拿奖，我觉得并不是坏事啊。比如，人家庾澄庆都入围了7次才拿奖，你看看，对啊，所以 OK 的啦。好，如果这一次没有拿奖，不过今天两个人比起来，我们已经先把一个人刷掉了。好，赶快来介绍今天的第7首歌曲，一样来自黄文兴《天地天地》专辑当中上爱听你唱歌。你唱歌，虽然拢唱一半，至少会当听出你的心情。毋捌真多讲想我，毋捌讲你爱我，若亲像无歌感情，若无地行。上爱听你唱歌，大声好歹算啥，将感情掺少吞的较开我，徛半脑后就想我，大声唱你爱我，就算无结局嘛是咱的命。明知爱你是要翻头的路，注定无人替阮查甫。无论等你我寂寞，想你我艰苦，心痛甲你无。明知爱你是一条上斜路，规身向你拢无留后步。
爱听你唱歌，歌声好歹算啥，将感情掺酒吞的脚开我，徛半猫后就想我，大声唱你爱我，就算无结局嘛是咱的命。明知爱你是要翻头的路，注定无人替阮查好。无论等你我寂寞，想你我艰苦，心痛甲地步。明知爱你是一条双岔路，全心向你拢无留后路。有你歌声介寂寞，有酒肉比艰苦，管太风雨怎样落。明知爱你是要翻头的路，注定无人替阮查好。无论等你我寂寞，想你我艰苦，心痛甲地步。明知爱你是一条双岔路，全心向你拢无留后步。有你歌声介寂寞，有酒肉比艰苦，管太风雨怎样落。最爱听你唱歌，虽然拢唱一半，至少会当听出你的心情。毋捌亲嘴讲想我，毋捌讲你爱我，若亲像无歌感情若无地行。最爱听你唱歌，歌声好歹算啥，将感情掺酒吞的脚开我，听半脑后像想我，大声唱你爱我，就算无结局嘛是咱的命。上爱听你唱歌，欢欣所带来歌曲啊！拄仔咧讨论一件代志，就是讲吼，斯乐冰拢认为难不成其他的台语男歌手专辑就苛刻了吗？我刚去简单翻了一下，其实去年有一些歌手发的片当然有人说那低歌量没有入围其实整张专辑听起来低歌量那张专辑非常有感情，胡一雄我刚讲，但是在唱腔上面。在演唱的精致度上没有那么好，那我觉得是大家听诸葛亮的专辑不是要听他入围金曲奖，而是听那个歌里面的那种情感，都是带字字句句或者每一首都是诸葛亮最真的感情，他有唱出来，但是那个感情还没有大到可以把他比较唱功不足的地方修饰掉。然后那另外蔡小虎也有出专辑，然后没有入围。我在猜会不会是评审觉得，太一样了，就是我们蔡大哥按照球东西灌来尴尬，所以就是比较没有新意啦。其实我觉得评审在听专辑的时候，他们也会去考量他们会去考量说，这个人都一直出这样的专辑，那他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如果都一直是相同的感觉，那可能入围的几率就不大。那因为吴永斌是新人嘛，新人当中有这样的唱功。我们不能否认，不是他唱的真的很不好，而是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样子走到底，在音乐的表现度上面就不够丰富。但是在细腻的唱功，一些比较枝微末节细的地方，其实吴永斌处理的算是相当的不错所以，是从小处着眼，但是应该这样讲，从小处着手，但却没有从大处着眼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可惜。那么现在在讨论老人这件事情吗？轩宇，这个时候你就搬出说我们这些人是老人，你也真是恶劣算了，就这样好，好。不过呢，这个不过我们说阿斌可怜他跟黄兴这样比，我刚刚讲过，他如果跟前另外3个比，那就是马上被打挂那种感觉啊。那黄兴这一张真的很丰富多变化之后，我们就其实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听众就是贪心的了，我们就会期待那下一张的黄星会变出什么东西来。那
唱片公司也好，或者是那个也要努力。其实黄文兴这一张，我觉得还蛮有入围新人的实力啊，不过没有入围有点可惜这样子吼。好，那所以下一张就要看看唱片公司、经纪公司他们要怎么样来打理黄文兴的第2张专辑，让他有一个更新的一个发展在里头，不然大家基本上呢，目前为止，包括我在内，还有包括一些朋友就是整张专辑都听过的一些朋友，对这张专辑都算是在去年的台语专辑当中很有质感的。我去年在访问黄文兴的节目里头，其实我有提到我认为他这一张可以入围今年的最佳台语男歌手。那时候他说啊，陈明大哥你开玩笑，不用这样恭维。我说我是认真的，因为其实我在访问歌手之前，我是把每一首歌都，每一张专辑当中每一首歌都从头听到尾。那我就觉得他这张专辑的变化性是相当够的哦。那果然也真的入围了。至于能不能成为黑马，这有的时候就提供波比啊，就真的很难讲了。不过有一定的水准，那已经入围了，就恭喜他了。还送上这首歌曲，黄文兴的《木头情歌》插头煎瓜，这是他的好朋友超我的冠军张云京帮他写的。笑容哪会这好看？我的身躯予你活，点点听你所有的希望。插头的梦，插头的牵挂，我毋捌讲情话予你。我念的歌，你敢有在听？插头前歌，这呢大声。有时无风也无雨，一步一步幸福来作伴，牵你的手来对我行，心内的人永远听袂散。插头要播无声的电影，你就是我第一女主角。我爱的人，你敢有在听？插头前歌，这呢大声。
你敢有条草头地点歌？你敢会听？你敢会听？插桃煎瓜，黄兴所在的歌曲。然后轩宇再说要把我讲的笔记下来，然后到时候开讲是要跟我核对，不用笔记。我们在6月17号最后一集的时候呢，就是做金曲大预测，我会说出我觉得在6月18号的金曲奖当中。应该会得奖，我觉得会得奖的这个得奖名单成品版，然后还有得奖理由，我会一起附上去。那去年命中率不太好，去年我去年命中率好像3成还4成吧，对，我记得没有很高。噔噔噔噔，看一下哦。我去年中了专辑制作人，然后年度歌曲跟国语女歌手，还有谁？台语女歌手，对。我去年后来中几项，我忘记了，对，好像3成还是4成嘛，并没有很高。对，我就觉得。我前2年有一次我那时候没有做节目，我自己写，我那次中奖率有5成，命中率有5成，我就觉得这个跟评审喜好有很大关系，你知道吗？对啊，那就是如果我去当评审，可能跟人家那个评的就不一样这样子。好，我在自言自语，拍谁？没有啦，我在看，因为我再回头看我去年的那个专辑这样子，啊。陈半仙已经准备一个节目了，没错，6月17号，我并没有听第一集。说起来就说，每今年应该是哇，这是我的镜头之一啦，大家习惯就好这样子。OK， 好，来到12点57了，好啦，今天这个，因为我们很明显的黄文兴跟吴永斌，黄文兴赢了这样，所以我就黄文兴多送一首歌曲，好不好？叫做是《想到你》送给大家。那今天的金曲昂 air 在黄文兴的《想到你》想到你歌声当中，也要跟你 say bye bye 了。然后明天呢？今天是青年世代的对决，明天则是中生代的 PK。Only 有 VS 王世贤，两个人都是金曲歌王，都有广大的歌迷。什么人明仔载什么人较有赢面嘞？什么人可能会得奖嘞？明仔载暗时11点，请你持续锁定 Live 联播网金曲 on air， 拜拜。然后我刚其实不是在自言自语，我只是在找我去年的东西。然后，对了，你们听不懂，你们就可以觉得是自言自语了。好了，就这样了，没事，睡觉去了，好，拜拜。阮敢有这款福气，会当永远甲你相相相对，为爱值得阮等待，为爱阮不惊阻碍，若想起着你，阮充满元气，若想起着你，感觉足安慰。若想起着你，遐尼美丽甘甜；若想起着你，阮的爱情，阮的人生才开始水。标着千言万语，爱你是阮的好意，阮敢有这款福气，会当永远甲你相相相对，为爱值得阮等待，为爱阮不惊阻碍，若想起着你。阮充满元气，若想起着你，感觉足安慰。若想起着你，遐尼
你美丽甘甜，若想起着你，阮的爱情，阮的人生才开始水。等待，为爱，阮行阻碍。若想起着你，阮充满怨气。若想起着你，感觉足安慰。若想起着你，遐尼美丽甘甜。若想起着你，阮的爱情。阮的人生，阮充满怨气。若想起着你，感觉足安慰。若想起着你，遐尼美丽甘甜。若想起着你，阮的爱情，阮的人生才开始水。